哋嚟到呢度咧，一齊跳呢個快樂爆標，將呢個快樂送俾荃灣廣場嘅大朋友、小朋友啦。係啦，亦都歡迎所有嘅現場朋友們咧，都可以一齊嚟到現場同我哋一齊跳嘅喎。你爸爸袋住你又一齊跳啊！歡迎你哋一齊嚟到，係啦，想跳嘅朋友仔，我哋一齊嚟到我哋 OK Bobby 嘅前面。Mara， 哦，點名添啊，要開始要 fans 點名，非常好。係啦。咁啊，我哋可以再簡單學一學好唔好啊？思維姐姐，我哋簡單嘅介紹好啊，兩個動作。好，不如咧，我哋有請兩位小隊長同埋浩天哥哥幫我一齊示範啊！首先咧，第一個動作，我哋平時 OK 係點樣啊 ？OK， 之後我要兩隻手一齊 OK， 係啦。咁然之後放喺眼睛嘅側邊喎，之後我哋隻腳咧，可以將個身扭去左邊。咁呢個就係 OK Bobby。呢個動作就係咁簡單啦。好，咁第二個動作咯喎 ，Happy Happy 啦。我哋攞兩個拳頭擺喺頭嘅側邊，轉快啲嘅，最快，轉最快嘅，即係成個身一齊轉嘅。扭，係啦，呢個咧動作就叫做 Happy Happy。咁我哋咧總共要記住呢兩個動作，因為咧陣間快樂爆標呢首歌裏面咧會不斷咁樣出現嘅喎。咁考下大家咧跟唔跟得切我哋跳咯噃。咁事不宜遲，不如就即刻送俾大家快樂爆標。大聲啲！OK， 大聲啲。OK。開心咖啡做個好友，對雙手轉個圈 ，Happy Happy， 我要你揾上跳 ，Happy Happy， 跳到最起面發糖 ，Happy Happy， 月夜下的一放 ，Happy Happy，OK。跟我合照 ，OK， 開心到尖叫 ，OK， 一起多美妙，笑住唱你快樂一秒，快樂爆標。好嘢！多謝晒大家同我哋一齊跳咗呢個快樂爆標啊！我哋咧都好開心啊！大家如果咧想喺度攞貼紙同埋同我哋影張相留念嘅話咧，就快啲過嚟呢一度啦！快啲過嚟排隊啦！冇錯，咁啊，係啦，咁啊，大家爭取時間啦，因為咧，我哋稍後嘅時間咧 ，OK Bobby 咧可能就要翻休息一陣啦。如果想同我哋 OK Bobby 影相嘅話，趁住而家呢個時間咧，可以嚟到我哋前嘅位置，同 OK Bobby 影翻張相留念啦。咁啊，都未攞貼紙朋友咧，歡迎你哋嚟到我哋前嘅位置咧，可以贈送唔同嘅貼紙，同埋有幾張唔同嘅貼紙。呢個時間見到你手上邊咧有唔同嘅 QR code 啦，代表住咧唔同嘅專業，有 Facebook、Instagram、有小紅書。好啦，再講一次啦，咁我哋手上面咧有唔同嘅 QR code 啦，代表住咩咧？代表住我哋嘅唔同嘅專業啊，分別有 Facebook 啦、Instagram 啦、小紅書啦，甚至乎咧有一個直達我哋官網嘅專業啊，就係Bobby嘅專業。咁如果想留意我哋最新嘅資訊咧，包括咗我啲親子嘅資訊同埋育兒嘅資訊咧，都歡迎大家可以直接咧 scan 我哋嘅 QR code， 去到我哋嘅網址上面咧，就去到新嘅非常之豐富嘅資訊啦。咁啊，今日咧再一次介紹下自己先，就係我哋係嚟自港台電視31。我哋兒童節目 Bobby 嘅節目，咁啊今日有我哋幾位主持喺度啦，包括咗有我浩天哥哥，有思華姐姐，亦都有薯片同埋 QQ 小隊長。咁啊平時我哋咧就喺節目入邊咧做好多唔同嘅內容嘅，包括咗有講故事啦，有我哋啲冷知識嘅環節啦，有我哋煮嘢食嘅環節啦，有做手作嘅環節啦，有做魔術嘅部分啦，有嘉賓分享嘅部分啦，仲有我哋玩遊戲嘅部分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繼續收睇，逢星期一至五下晝4點半，港台電視31，記得留意收睇，知唔知道？知唔知道 ？OK， 好。係啦，咁啊，除咗頭先講嘅內容之外咧，今日都有貼紙咧送俾大家啦。咁所以如果大家想攞貼紙嘅話咧，可以盡快嚟到我哋前面嘅位置，咁啊送上好多精美嘅貼紙。收到貼紙嘅朋友咧係非常之開心㗎，係咪啊？收到貼紙嘅朋友非常之開心嘅，係咪？係啊，係啦，冇錯啦。收到貼紙嘅朋友係非常之開心㗎。今日喜悅應該係由內到外再到翻內嘅，所以咧想得到呢份咁豐盛嘅喜悅咧，記得嚟到我哋面前拎我哋嘅貼紙。拎啲貼紙未啊？拎貼紙未啊？你
喎，可以影相喎。